等一下假是情景去让到奖金哈，该奖金用咩来分？分结余。哇，因为这样才有结余啊。对，我等你进来哦。是我给的。系哦，是关于客家界嘅林志玲姐姐。哇，还是看你的节目还长到嘢啦。哦，我想说你是看他节目长大，吓死没有啦。还都卖你了，跟他讲满足跟本阿婆生，你有回去煮了吗？还没。有天草啊，有天草啊。对阿峰说，他摆煮一桌给你吃。哦，林范你觉得嘞？哎，你要听谁的？听自己还是听老婆？我想听老婆的真的比较好。听我的。其实观众朋友很期待这一部分。有吗？有来信吗？也不要走哦，莫是等一下提上来往该走哦。那你都这样呀？啊！你有看见吗？姐姐就是。也是有做功课的啦。真有。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係白跳。今日當歡喜來到新竹嘅竹北咯。來到竹北哈，聽說等下嘅來賓，會有可能又是工程師嗎？會有新貴。那又要叫乾爹乾媽？沒有啦，因為竹北要倒閉啊，正經係嘅高收入所得地區，客家呢全部都係客家人，台地都係講海風地的天下。文化嘅大融合、大熔爐。冇錯，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竹北跟竹南冇窮龍哦，冇窮龍，冇窮龍。沒有，在縣市陪冇窮龍哦。一個在苗栗，一個在新竹哈。而且按照沿地下開發，我看到有個大風車，沿地向南部的發。海順該片。對，哎，來講太多了。哎呦，來歡迎評審老師啊。評審係馬莎。今日本陽東亞導邊係小牛漢杜師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可愛哦！邱師傅大擺看到應該是按用電音家哈，對啊，很好電音家來咧，我結結都分享到林訓吉林師傅。謝謝你，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為什麼你要按好電音家呢？我要激勵他，大擺看到第二，其實他私底下為什麼不是激勵自己呢？已經激勵成這樣，還要激勵嗎？沒有激勵。所以今天再讓那個兩位師傅好好來表現一下，好嗎？好。對，本陽東亞要穿嘅係兩公婆，本陽東嘅係洪偉老銀凡。歡迎，來。很年輕的夫妻耶，小夫妻。摸頭婆，沒聽過嗎？可能80年代係嗎？對。好啦，咱最近嘅小街道係美鳳有約哦。還有切蜜蜂到徐婕妤。來，完全一樣哎。還有美鳳有約，美鳳姐來了。你好。OK，係母女係嗎？母女檔，媽媽老母要窮哈。好像姐妹耶。對啊，謝謝。姐妹檔也可以啦。保養得很好。太謝啦！我講到幾個最自信嘅部分咧，太謝啦。來看人嘅影片吼，洪偉老銀凡是馬啥嘅客家人？你係客人，所以你是客家西郎。來講一次，我係客家西郎。客家西郎。西班牙文啊，係嗎？對。西郎。啊，今天永偉安好啊，帶那個洪偉一起來。你來報名誒？哦，你來報名。平常有駐差嗎？冇冇駐差，那怎麼會鎖定我們節目來報名呢？嘗試看看。嘗試看看。都不卡有住嗎？冇住。都去約會嗎？冇。那去哪裡約會？竹北。圖書館。圖書館。是不是在那個林家古厝嘅倒閉嘅間？嘿。啊，那個是玻璃的東牆。到圖書館到地北又飛哈，一定都會那個書跟書櫃之間，用打扣那塊。哎呦，那是 MV 拍的。哦，不是哦。是 MV 拍的。有沒有吃過竹北有好吃的在地客家料理？你推薦？客家小炒。推薦嗎？好吃嗎？好吃。好，看你今天有點傻眼哈，沒關係，你先要放下你緊張的心情，因為你等下要是輸了，沒有拿到錢，你會更傻眼，老婆會生氣哦。哦，加油啊！這個獎金是要充公的，先跟你講。好啦，問一下，因為竹北哈當到好高好料的蔬菜啊，問一下阿姐，呢度竹北哈有乜嘅蔬菜，還有美食做得讓大家推薦呢？我係去到個客家。新瓦屋客家文化區是個不錯的地方，也是約會景點嘛。咪做得土城因而家就聊，該咪有假日市集動腦嘢，但是家有慳做得熱烘烘啊！真的動好食好高嘅好料嘅蔬菜。冇錯，但到底剔出食材係乜嘅好食咧？落看下咯。
吼，你都做备吼动作的工程师，等下打开来听从美工程师。哎，嘿，很难讲哦。哦，好，那我打开来给你看。1、2、3，打开来喽！哇，我的爱，爆秀笋，真紧呢，爆秀笋呢，係最好诶。而且好像白须到红须又差别哦而。且这个最留下来怎么样啊？补头可以消水肿，他做的补差。对，助茶。三下來呢度分享到中藥嘅保宿筍嘅熬年，分享到嘅是吳千禧舞太狗。舞太狗，哇，终于进听了。来，哇，你看是跳出来的。哎，我家下要问到吼，这个红须跟白须是不是有差别啊？系啊，嗱種係專門吼係專門食嘅筍芥，咁風水嘅筍芥，然後加白水芥吼，佢嘅一啲味搭埋蔬果下來嘅。哦，蔬下來就係，跟住含係，跟住含冇顏色啊。原來係安樣，哎，我提這白底吼，原來爆宿筍到爆宿係有關係的哦。它就是它的寶寶啊。原來如此。就佢嗱種嘅筍吼，佢係冇授粉。哦。佢是冇按台的，然後授粉佢有玉米粒子揪出來咧。哦。哎，可是我有一個問題哦，講真嘅，保宿就按難種誒，而且用誒，但有可能因為跳甜誒，啊保宿筍。會不會從一開始是寶寶的時候就被蟲咬？有啊，會啊。剛剛用嘅來防蟲呢？捉啊。用捉嘅？係啊。自己去抓。捉幾多是爽幾多啊？哇，所以農筍也蠻大的吧？凍多，從個拿下嘅秋行菌蟲。啊，對。哦，拿冬陽蟲哦，凍多，冇辦法啦。咁辛苦。啊，像兩漢做咧做乜嘅料理嘛？像個民主姐就講，煮湯啊，煮茶，還有乜嘅嘛？來看看吧。好，來。好，來看一下。哎，哇，清湯嘅嗎？這是清湯的嗎？係哦。然後就通過水做的食道機吼，水自然嘅香味吼。哦。冬天。哦。這就是愛好的保宿米。有的時候你這個有沒有真嘅太厲保宿啊？撒破尾過後，你不是咬下去會吸那個味道嗎？就是這個米哦。它最重香咩？哎呀，那種觸摸調味，是紅的時候咧。原味最棒。這種都沒有撒鹽啊，什麼全冇吼。宏偉覺得嘞？好食。好食，你有冇講他哦？厲害，有些練習後，然後舌真嘅。那銀凡覺得嘞？沒有好學，你是會講客家話，你給我多講幾句。凍好學，凍好學。好，把咱嘴講兩看。人家凍好學凍天嘛。哦，好，那最後的壓力給我們的婕妤。我取到沒凍好學，但取到很脆。脆口哈，還有凍甜，凍好學，讚。好，馬上呢就拿一按針這位嘅保宿筍來做鐵管料理嘅挑戰哦。不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用菜地嘅指定食材，做出自家嘅素路菜。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一家之主上菜嚟！哇！終身拿人最後嘅保宿筍嘅變化，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名誒？郊野四季豆玉米筍。哇！啊，食材全部已經公開咧。對。又椒鹽，又面條，椒鹽是調味。哦。對。好啦。四季豆老保宿筍。談看哦，你都有用嘅食材當多，不過咱需用嘅食材更多咯。談看今日會做嘅料理係香爆宿筍。香哦，有5種東西哦，來炒爆宿筍。哦，真的。黑嗎？5項哦。5行。哦。嘿，剛這5行還蠻加落去爆宿筍哦。哎。好。期待一下。讓大家來期待了。大家有心情嗎？有哦。有心情嗎？有哦。馬上來倒數3、2、1，搶開始。好，快寫咯。記得我在看起來動拍誰呢？哦，對，不要咄咄逼人哦。好，來。我不會咄咄逼人，因為唐公宏偉是軍人。等一下，我咄咄逼人，他就拿刀子咄我了。哪一種軍啊？海陸。所以你才娶海陸人哦。從頭到尾都海陸。很海陸。那你都不開有駐川嗎？有在家裡煮菜嗎？很少。很少啊！你現在要負責主廚的部分。對。竟然，你們的分工是怎麼討論的？我不是分主。你們講什麼？沒有，我跟他說。你是不是對半切？捨不得老婆在家裡用刀子？
哇，怕受伤。看得出来啊。哎，可是你在娶客家太太之前，对客家料理熟悉吗？客家小炒，哦，对。哦，从头到尾就有这个。对，我看你以后艺名就叫客家小炒。对啊。好，我等一下再回来。好，加油加油。美凤姐，嘿，来老大家讲一下，到底咧5项是哪5项啊？今年仲系有个2层肉，个黑木耳，个红萝卜，还有呢的雪白菇，还个个甜豆，哦，甜嘿豆。，刚好5种颜色，金木水火土。哦，啊，今年吼，系马莎瑞报名的啊？爱，你啊，嘿，然后婕妤就这样子被带来了。因为某人派爱，伊是本来来来咧。哦，啊，等一下，假使真正就让到奖金吼，该奖金用咩来分？不能结余。哦，哇，因为这样才有结余啊。对，因为系妈妈每个月的结余聊嘛。啊，总嘛个大方个食材像会切挑啊。本地的形状一致化。啊，你本身做嘅条路系攞主材有关系嘛？冇呢，我去做保姆啊，我到去乡下上下做本声音的学安天的。就黑做保姆，嘿，又是2位同事了。谁为你呢？对哦。那婕妤，这道料理有什么儿童餐的饮食吗？像咧鲍小笋啊，成因是美一好一营养，还有像红萝卜，咧成因就咧做副食品来选。哦，嘿。蜜凤姐，你两下做个动作讲，我要按挪一下，嘿，记住让你把把腿嘞。感恩的心。好，等下张都做了哈。好。哎，其实蛮有架势的呢。太小火。哎，在军中有时候还是要帮忙煮嘛，会吗？没有，我都在。你都是命令的那一个。没有，我都是在修车跟那个汽修的部分。钣金烤漆。哦，厉害哦。比较实物型的。我觉得我们快好嘞，可是你的辣椒要最后放吗？辣椒要最后放吗？对啊，辣椒味道。因为还有等它的那个。好。添椒芒炒哦。收在。收在头。你要试味道哦。有。刚刚调味只有加盐，是不是？因为你要做椒盐不是吗？对，等一下我弄。哎，那问一下宏伟，你要叫人我甲拍个副教辅，你还甲母的副教辅？白的。哦。好，来你调味。要给它碎吗？加水吗？要，等一下要加一点。宏伟，你的声音在军中也是这样小声的吗？谁跟你一样声音那么大声才？蛮有特色的。对啊。好了，先不跟炒也好。我们这差不多了，你要调味试味道哦。好在你叫来哦。是我叫的。系哦，是客家界嘅林志玲姐姐。哇，还是看你的节目还长得嘢啦。哦，我想说你是看他节目长大吓死我。没有啦。两用先入锅咧，好冇？系，我要用片米粉先稍微本去腌一下，用到调油、米酒，系本去好入味到啦。很淡表先听你落去白啊，等下先表。哎，怎么个了解馅表？因为等下添条好有好喷啊，因为好难熟啊。哦。先表本去差不多3、4分熟，安尼俩都要长下去。哦。系，长尾又得又上板上熟啊，安呐。啊，这因为已经看得出来，佢係3分熟，也係4分熟，係嘛？太肉啊！哦。那小公，我真的拜你为师哦。哎呦，所以5行是一起加的呢。哎，5行嘿，一体成型。啊，这你俩係干嘛嘅？我先加條水。啥過來咧？米酒。做嘛嘅加米酒？習慣啦，未係去腥的一種啦。解下加湯嘅硬係嘛嘅？蓋子放回去。cái gọi muốn gọi đến nè. Đến là quy quần cả gì đấy. 我等你叫我哦。是我叫的。係哦，是客家界嘅林志玲姐姐。哇，必须但讲就是客家界啦，综艺界也是哦。满分。还是看你节目还长得嘢啦。哦，我想说你是看他节目长大吓死我。没有啦，他就要用看到晒节目。暗知啫，好差唔多嘅哦。係差唔多咧。
好，等一下重番时候咧哈，嘿其实现台嘅妈妈啦，加汤係有取代那个味素啦哈。嘿，好，来，夹夹来，倒数好嘞，倒数7、6、5、7、3、2、1，时间到，马上出了此次可拿踢馆底度内部卡米西卡好色嘞。这料理呢，哈，哎，这厉害，用保守色，而且呢，我们风吹做出来是爱的料理。还有四鱼人烤鱼可能妈妈习惯煮菜啊，不过有爱的菜是最好吃的。没错，吃看看有没有爱的味道。这道菜是按照爱的爆秀笋。对，应该要叫这个啦。银范，你为什么要抿嘴唇呢？好嫩呢。哎，其实非常好哎。有满意吗？老公煮的，我是。为什么宏伟有尬笑？啊？没有，我很认真在煮。因为认真在煮。对吧？问一下，咱最后美凤姐，然后梁山后上您指点一下，觉得如何？那喜欢当好吃啊？哎，其实该生美冻酱。哎，配上面冻酱。哎，你有没摸楼梯的哈？肚哈。婕妤觉得嘞？我觉得该爆小笋冻酱。很用取了每一元。哎，记得到同学菜嘅时间，可能也是有用心。冇错，好，你下呢本身用妈妈爱心的料理。来，唔但讲是用妈妈的爱心哦，还有五行，对不对？营养价值全部爆到地百度嘞。好，睇下来试试看呐，吼。哦哟，安香安甜咩哦？因为吼。你看个菇啊，炒过去后面系甜的，哎，风出来跳到木棉，还有个肉，全部炒过去后吼，给个甜味先嚼出来嘞。真劲！问一下宏伟，觉得怎么样？蓝队组。好吃。好，好吃。你们今天结束之前一定要学别的客家话，是我的责任。好，等一下再教你。好啊，蜜凤姐，你自家讲看，有满意吗？好在冇老贵啦。好在冇老贵啊。对，真劲，然后啊，婕妤觉得妈妈做哎，更好吃，它两热天吃，这样辣嘞一开胃。哎，真的，真劲哦！冻热天嘅时节冲两下哈，吃一点点辣，放快啲。好，都带神经很用班呢，先抢九十铺，抢本书。哈？好，两下看一下，哎，真是恁是个抢本书。哦，香酒，就是不嘞。抢贡品，蓝队，它的菜色是水准之上的哦，而且很有保湿性。对，那保湿，对，吃起来每一道菜的米托，对，水分都能够掌握得很好。因为会选红队呢，听一百周吹，又可以把牙给料理做安好，因为一般哈。统天哈都没办法煮得很好，但是宏伟把它做得很好，那个味道也有煮熟，嘿，所以这个要给他鼓励一下，特别给你鼓励的。其实做的仅仅写得出来有爱嘅感觉啦，真的有爱的味道。来，星级师傅，我是都该风推该每套呢弄清好，然后颜色嘛清，把它变对，啊清讲啦，唔过蓝推该。主要该每套有一些入锅，入锅，然后整体的菜色非常的偏孔，控甜哦，很健康，五行嘛，马个应用全酒来用。好，踢馆底度呢1-1，但是呢，给妹又要保守是生之子夫，这带人嘛料理了搞太气咖嘞，马上搞混生之子夫喽。种葡素卤菜。哇！呢度係生之師傅嘅 show time 咯，叫咩嘢？菜色係媽名嘅。吉祥風景卷。吉祥的。對，激醬。哦，就買個食材嘞。好，首先呢，先這個包秀筍，然後挑薄，然後還有那個吉醬，還有豆瓣醬，還有這個水果素啊，對。然後還兩碼嘅。姜嗎？姜嘛。啊，兩個。ram蒜頭。還有該 tomato， 要講錯你，要講錯。香菜，還有該嗌阿婆炒該
detail。哇，我要吃看吃看看。哪里？那我们传音圈好了，好啊，够吗？够，说对。懂用哎，番茄切片，切片我做嘛该？等下要做摆设的，摆盘的。哎，好厉害！好，我觉得甚至真的也是好，明日之很星厉。害，真的。好，这个薄秀顺呢，我们能用这个 tail 薄建起来，等下有用剖的吗？嘿，用剖的。后面还切条哦，哈。这个豆包要先切条。好，准备这个牙签，那用建起来。哦，是不是卷这个像肉片一样啊？对，咱做的用该牛肉啊、猪肉片用做的。哎，所以你啊，就是搓这个爆色笋肉豆腐皮时候的啊，其他的东西不是强下哦。煮该姜，哦，嘿，煮该有点像泰式该梅头该姜。哇哦，啊，了透出来哦，主体系爆色笋啊，你很用咩咧想到做在做安用嘅变化？因为俺就老该吉姜啊，就是客家该梅头该灵魂。这个好帮我炸。老师，你有建议的温度吗？大概160、170，大概就是我们的身高是吗？我大概180。好，也是，所以这样可以吼。做得，做得。好，应该tomato 呢 ？tomato，要剪过，要剪过，老酒。煎头吗？煎头吗头啊？要老酒，因为剪过它那个切红素，它会释放出来。哦，那个应该切薄片呢。嘿，给破狗以后它会胀起来呢。嘿。好，煎不给熟。你们系研本是做咧学的？剪过较忍用。哦。嘿。钟拜你了，跟他讲，莽煮锅本阿婆生，你有回去煮了吗？还没。有天草啊，有天草啊。对阿婆说，他摆煮一桌给你吃。哦。阿婆就记下落去哦。好，那样就可以拿起来了。哦，其实一下就好了，是不是？讲伊跳圆呐。啊，甲出好了一个茄红素。按做地中，煮姜。哦。酸头。大家可能学习这些东西很疗愈诶。你真的很厉害，又不会拱吧？你真的完全可以取代张柏芝。也很有那个日好。对。好，蒜头。好，姜嘛。是不是有人给你时间压力？没啊。我看你在切的时候。哦，你本来切东西是安家哈。还是你有听我们卢师傅还是徐师傅跟你下马威？讲到嘞。海嘎有问题吗？豆瓣。哦。啊，师傅，你建议我用辣嘅头瓣，也係好甜嘅头瓣。辣的，辣嘅。我迄做嘅酸甜口味嘅。而且你的手法好利落。吉姜。他刚吉姜了嘞。吉姜没，然后其他的姜没强容要先炒嘛，对不对？会先炒过。哦，你要破火嘞，爆水笋破火嘞。好，大概。回炸。水果醋。哇！啊，听说我用水果醋哦。嘿，水果醋。一般嘅醋算是种种地伊无该甜味，无该甜味。好，做得关火嘞。做嘛该会扭扭啊？因为水果醋就老该桶去做发酵。哦。我刚刚用炒就变扭扭嘅。好，香菜。这料理是家里面有万种粥吗？应该不是，你想出来的。对，创意的料理。好。哇，邱师傅，你炸的好像炸猪皮哦，好像很好吃哎。这我可以先撒胡椒盐吃一个吗？做对了。你可以吃另外一个，它刚好偷跑出来。哦，海鲜的，怕，是东西哦，姜烫，姜烧。哇，好香啊！你为什么可以吃？因为俺姜烧。我给不用个地杯。哦，所以这个不是下去用它炒的哦。唔系。然后也就我给剥起来，按用冰。哇，好赞哦，下酒菜。对，酸酸甜甜的。好棒，我喜欢。而且这回破果之后，它就黏起来嘞。这个怎么办？散掉了。对啊，没关系。你首先要姜烧。啊，好烧啊，超烫。好，这个 detail 按用冰落去。哦，还要压一下，对不对？对，按用该香味才会出来啊。哇。
甚至师傅阿婆已經看啦，你大白做暗好食嘅東西不愛你選。係啊，你會點菜？都不卡面前先。要剃头蛮看得拿出来新的。不要真的哦那么多，不要放那么多。好，这样就好了。好，按用姜淋落去。哇，有啊，厉害！那景英动熊会选，但是我觉得你阿婆应该更想吃。看就该罚，还用哦哦，好了。好，掉去了本台也可以哈。菜苗红都嘛该，吉祥望景卷。按用就好食咯。要吃太卡住暗熟色嘞，要给甚至师傅带有料理，那煮做色多的呢？先来长知识一下。好，包秀顺从会较少跟原因係嘛解呢 ？A. 慎重其短 B. 愛好合密。哎，不是刚刚那个大哥一只抓的关系吗？现在猜拳。好，好来，宏伟还是要赢判？宏伟，谢罗猜拳。好来，宏伟提亮。哦，美凤姐来，你看美凤姐的气势有哈。我猜拳很弱。哎，我跟你讲，她是海陆的兵。但是她是我的粉丝哎。哎呦，我会心软。那我们直接来分吧。啊，没有。好了，那个剪刀石头布，等一下张感应场有在选哦哈。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Yes。有尊重阿姐吗？有尊重姐姐吗？来，你觉得呢？B。B 哦，外壳叫蜜。我不知道哦。让我看一下，包秀顺呢从会看7演员。银饭知道吗？我觉得是 A。好，开启吵架模式了，预备起。商量模式了。我会觉得 B 是因为它外面有包一层那个。哦。可是大的包秀没有啊。考你啊，银饭你觉得嘞 ？A。你要听谁的？听自己还是听老婆？我想听老婆的真的比较好。听我的。你今天回去至少可以过一晚好觉。好，来往前，所以你就上会选的是 A， 我哋是做啲选 B 啦吼，我哋答案係嘛嘅？不過林師傅老人講一下，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咧？好，答案是。我覺得觀眾朋友很期待這一部分。有嗎？有來信嗎？ OK，不要走哦，冇事等一下提上嘅往該走哦。可以這樣啊？有看見嗎？姐姐就是。也是有做功課的啦。真有。你答案係嘛嘅？不過林師傅老人講一下，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咧？好，答案是 A。你老婆這就錯嘅啦。你們沒有看到宏偉剛剛這樣？好，怎麼解咧？因為包秀順慎重其短，在開花之前就會摘皮咧，避免開花之後會有一些蟲害。哦，對啦。宏偉又躺到嗎？用嘅，聽老婆的話就對了。哎，那我們就獨享嘍。可是美鳳姐是我粉絲哎。來了，英公，伊龍沙哦，做菜的經驗比較沒有那麼長，等下按好個學個料理先搬伊龍沙去。但我們美鳳姐幾起價哦，轉去不卡，我起價走。先分，好不好？好。太幸福了。哎，好香哦！哇，好酥的聲音哦，咔哧咔哧。銷魂，懂車啊！有個結種嘅梅頭啊。開始有銷魂的感覺。哎呦！然後講正經懂這樣的，以前是都有兩個醬料的時間，很銷魂。辣中帶酸，酸中又帶甜，還加落兩個飯條、酒香，還加鹽絲，各位呢御寒姐妹讓我們好都懂後。所以歸家帶去了，太完美了。換你，太幸福了。不應該講太累哦，有講過了哦。用喺口感呢？脆脆的，然後甜甜的。有寫到結種嗎？有凍貼片哈。對，好，其實呢講再多呢，你比唔過你下設計適度嘅嗰種幸福感。
真给黑不应该做工，哎，很惊艳。包秀顺火锅锅黑还是一样脆又甜的。太嘎那豆腐卡做的吃周坤啊。至于这个剩下来的，我们等下再继续吃。哈？对，可是很安用哦。对，因为刚刚调前的1-1好吗？比赛还要继续下去啊。马上就来进行最杯米馆挑战喽。爱是太中谱，两嘴运用接力嘅方式，就自家嘅口味，做出自天嘅菜色。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况底下，两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你誰來上菜了？哦，也嘅係最杯米館哦，料理接力賽。没有选色彩，嘿，所以等一下好是只有管这个主训练实习时候嘞。对，没错。先来公布一下菜色嘛。对，鸭脸炒鳝丝，鸭脸人家古强哎呀，嘿，都南部的米浓哎吼。鸭脸炒鳝丝，嘿，猜拳，好，猜拳，换我们赢半，好，赢半跟婕妤猜拳。等一下你们的输赢会不会绕开主持人顺序又相关哦，好不好？剪豆石头布，剪豆石头布，剪豆，哎呦，结束了呀！哦，你先先。你等下，你先呢？还有本博前主为榜次哦。没有。你想要我1还是2还是3？1。体育妈妈有推他。体育改。好，那你就交给你了，交俾你了哦。好。我哪一只？体育改俩好嘞。好，1，你打那起来吧。1、2、3。我用黑马盖。第三盖。对，平饭干先一盖窗口你嘞。哦，2张。好，1、2、3。马盖，哎呦，不给手贴嘞。你为什么？哎呀，没有肉吧？3细选用啊。哎呀喂。啊，好来，起都真的，不要挡住自己的脸。我觉得他们2个可能靠你比较，可能有。真的啊，对我忘记了，唔好啦，家就咩表现同好，爱嘅料理，好家嘅鸭脸的炒鳝丝，太起家就马上来比赛喽，就来进行挑战。好，比赛准备倒数咯，3、2、1，好，抢开始咯，抢开始哦。莎莎，你看一下民主的切肉。哎呦，马盖是你切好嘞。录一下好吗？可以吗？录一下，好。是谁那么贴心呢？帮他先把肉切好。这一定要的啊！你这样，等下得不到你的精彩画面了，是不是？啊！帮我访问。其实观众朋友很期待这一部分有吗？有来信吗？先问一下哈，像俩哈，这个水莲，你们自己的做法有什么特别要跟明珠姐交代的吗？刚刚有跟他讲，去头去掉，然后切3到4段，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塑胶袋里面，加一点盐巴，然后搅一搅，摇一摇。这一招是谁教的？我看 YouTube。噶几多一单嘛？一系列就好，可以帮我拿盐吗？好，可以，1道2匙。记得，谢谢。2汤匙吗？对。好。我可以找小帮手吗？爱黑吗？对，来帮我搓，就是摇就好了。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通常不能帮忙，可是你的赘肉可以练一下。那我就要全身这样。对。哦，又轮同刀呢。对。我会不会太强化面？好了，第9轮问一下哈，像俩头锤炒3丝，你们的3丝是哪3丝啊？那个肉丝，然后木耳，还有腐干。对，然后还有那个红萝卜。红萝卜啊，这个香菇是第4，配的啊，配的。好，你有没有认真敲啊？有啦。等下不给你出水系吗？嘿，出水。木棍呢？好，小帮手的现狗一款的哟。可以菜还我吗？啊，对，这主角。好了，不给先慢慢做。好，拜拜。切蒜头。嘿。来改下哦，跳就看到，记得处理个水莲呐，先切果子以后，它就嘎然不易出水哎。哦。我们需要吗？应该不用啊，我们的本性。爱好食物的原味啦。那我们的那个3丝是哪3丝啊？就是木耳丝跟那个红萝卜丝，还有金针菇丝。好，所以千府也切4嘛，哈。3丝嘛。符合的主题。好，所以你继续来切一下，等下我掌过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你继续做唔好？为什么我听到哔哔哔哔？
没有，没有很想要你那么快回来。啊，那我就回来了。你刚才就没有摇到。摸吗？对啊。那我继续摇。不用了。我想问一下，加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个先软化。软化。啊，因为好红血的嘛，比较好吃。第二位黑玛莎听一盖。好，先 stand by 好。那个宏伟，你那个木蜜也是用那个丝拔的，对不对？它不是要撕吗？对，所以我们用这样丝条的。哦，好。来给你撕。宏伟榜一嘞。比较好，他们一定喜欢这种用拔的口感。对。真的，拔开 U 的，拔细一点，细长的丝。这样会变那个水莲炒3条哦，不是炒3丝。那个可以捞起来了，对不对？还好。这不能太久，是不是？用倒的倒过去，倒的，对。哇，果然是军人呢，他拿那个好轻而易举，好稳，真的。哎，才刚夸奖完哦。这个，他不能太完美啊。哦。好 ，OK。唔拉。不够，刚才我们拉，想说拉去哪里的？要切开 U 的位，切细一点。U 都亮，这应该听得懂吧？我觉得你的蒜头不够。好，可以，蒜头要再一点点，再一个。哇。我们有做功课哦，你懂英城看了我们一家之主的 YouTube。哦，先做功课哎。好，宏伟先不捏吵架。哎呦，等一来。哦，等下把妈妈切菜。切这个水莲的长度应该就从其他的切菜差不多哈。差不多4公分、5公分吧。你还不用用？用哦。不是用。为什么啊？我想都用啊，健康食材。这就要把握时间哦。啊，你会雅典人会冲多吗？它等一下应该还会缩一点水吧？会吗？会。它会缩一点，因为我们没有穿烫。好，雅典其实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食物。怎么说？因为它的叶片是一个心形。哇！所以等下就咧开始夹香。好，咱开火咧。夹做哦，摸是等下提上来往来做哦。切这样呀。有看见摸姐姐就也是有做功课的啦。真有。咱个先让来控住哈。他因为看不完后云朗控制，不然他是很喜欢我的。那个是讲出色看爱节目都台。没有啦。没有啦。哎，提上个有准备嘞。好，那我们先过去哦。好，拜。第3个嘛哈。那第3个。哦，我们待会来看你。好。加油。让他好好标。刚刚交给老婆放心吗？讲放心。可以。好，来，银饭，嘎。他不管怎么切成这样，他切的 ，OK， 没关系。来，表演一下。不要自己配音好不好？怎么没有那种的感觉？我觉得老公的15米200，好厉害，没有选错啊，好吗？其实已经有超过3丝哎，你还要放豆腐干吗？好，来，你要把握时间呢。这个，它那是豆腐条，你确定你要不要再小一点？给，小心手。嘿，对。坤奇都会驻吹，好像在做那个粘贴艺术。这样就好了。好，来。豆干很快熟，黏液会显冰哦，赶怕会抹缩黏液。然后那个。哇，有像了。声音跳不管不要吵坏掉，会烂掉。心平气和。等下兄弟，你会防疫的事情，不要急。好，你们要有通过哎，这有烫过应该比较快，对不对？对。所以只有老公做功课，你有练吗？没有。雅给红萝卜不容易熟，你等一下你要试一下味道，好，让它都有预热到。好，那我等下过来了哈，加油，要调味哦。
来，表演一下。咻！要自己配音好不好？怎么没有那种的感觉？可能他也不水分太多，喜欢我水分太多。该下吼，因为阿姐讲吼，俩水莲呐，做唔咧炒甜球，所以俩系水母长落去表诶。然后就可以选呢炒cái那个菇啊、木耳嘅水这鲜肉加水咧，系吗？嘿。调味的部分，调味咧，大家还刚刚记得吼，体质头料理我们走该五行哈。你可以加点水啊。好，做五行的时候那个味道，哦，有唇齿留香。等一下我让它重现。好嘞。阿英讲日版应该是会烫到嘞。还叫你失手啊？不会啦，大不了我喝掉。我天，你要吃蜜通吗？忙，还忙。你好不用让。好，通耳吗？哎呦，你调味完就后尾吗？那我们要过去哦，因为我那边真的需要救援。我接受。好，你要不要试一下味道？来，加油！香。你有加胡椒粉吗？冇诶。你会加吗？冇。揉一些吗？很咸。很咸了。你该加很多盐巴吗？加一点水，然后给它那个盖起来。再，好。可是雅典呢，你懂加熟哦，野莲很快熟哦。要盖起来吗？稍微焖一下。焖一下，好。听你的喽。为什么你们两个都推开了？我也害怕了。差不多哎哈，味道 OK， 你确定哦 ？OK， 好，那就我们要倒数了，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吃看那最波民意馆喽！哪一部卡张海烈太重谱嘞？哇！最波民意馆哦，雅典的炒三期，先来品尝讽刺跟爱的料理。好。对，有爱哦。爱的味道，你们觉得是怎么样？酸甜哎。宏伟，你觉得爱的味道是什么？就是银饭的味道。哦，该下在头骨干还马上见呢，因为见都叉叉哦，厉害哦，是谁？爱。哦。牛有没有很嫩？而且卤的味道很重，很够味，是谁卤的啊？我。哇！雅典的懂车哦。冻好鲜呢。一般你觉得牛排？冻好鲜。大致上来说是老公煮的。你觉得老公的食物你牛排？懂厉害，没有选错啊！宏伟满意吗？满意。咱嘴咧，感觉风水做咧。冻好鲜啊。冻好鲜哦。又入味。那婕妤觉得嘞？用到个香菇、甜香，按贵盘炒来取得冻好款，又冻好水。哇，婕妤不给出很高的一个评价了哈。好，我是安用吼，两下问一下咱嘴的食款哦。好。我哋两盘吼，为安好款系因为婕妤哦，甲切讲真紧冻好，大红圈切到上个四强了。给它食材一致啦。哇！哦，马上飘的梅很好食啦。还可以吗？还可以吗？对。因为牛尾安用讲系因为，刚好吼美凤姐还没有录节目哦，导播讲3、2、1之前哦，佢讲今年成败先考验。因为挑梅很易走哎，哎呦，所以等一下搞是素嘞哈，你弟哈，所以你是第3棒吗？应该是第3棒。我试试看，我确认一下。来，我问一下我们的宏伟吃牛排，很好吃，然后不会太辣，跟我们的比起来呢？可以比一下。可以比一下，可以比一下，那出来啊，出来啊！有杀气哦。银饭呢？觉得太辣。哎呦，有火花了。他觉得你们2个太辣了。海鲜呀。蜜蜂这讲一下，俺就走来牛排。你哦，你是保持食物的原味，符合主题呀。俺系感觉虽然冇变肉，不过俺都有个香味哦，唔会差咯。婕妤觉得嘞？
俺觉得该呛出来炒脆度很刚好，火候控制的每一喉。好，紧张的时间到了，马上先来请邱师傅抢分数。好，然后看一下林星级林师傅。哈？你看到哎？好嘞，邱师傅抢公平。对吼，伊米图做了几好，不过伊食材的均匀度落差太大，太细细。嘿，啊，不过伊的米图吼调啊，嘟好，好。嘿，那蓝队这边是因为伊的米图，然后它的食材都掌握的刚刚好，所以给他获胜。哇，嘟好，真系嘟好。啊，甚至师傅感觉俺要做嘅冇嘟好。唔系冇好，是福州嘅梅头有香重嘅，然後蓋過嘅水蓮嘅鮮甜嘅梅頭啦。係，唔過嘅炒嘅清好啦。張頭咧清咩嗌炒嘅？係阿姐炒嘅。係，呢個係嗌解。嗌是豆腐腿啊，該就香菇嘅梅頭，然後跟着這個水蓮的這個味道搭配是非常的好。哦，其實呢，那個雅典的呢，沒冇按簡單炒三時看感覺起來好像就是把三種物件色彩變起來聽聽哦。可是呢，沒冇共用哦，大方的太細細調味都會關鍵啊呢。那不過呢，各有勇帶着，今本日呢，聽數。恭喜馮水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恭喜！寶寶基金，宏偉要成功了吼！好，你係恭喜吼，咱是咪就得到1500塊嘅加菜金？恭喜！好，馬上先來請我們的銀範跟大家分享一下禮拜參加的心得，好嗎？很開心來參加這個節目，然後學到很多東西。而且是跟先生一起上節目哎。今天有沒有更確定這個嫁的是對的？對，很確定的哈。我猜可能是因為這1500充公的原因啦。太少了啦。宏偉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次參加心得。第一次來上節目，覺得很開心，可以參加這個節目，然後也學習到很多，認識不一樣的人，可以做交流。還有最後5個關鍵字。老婆，我愛你。對啦，因為我們這一組一直在強調，就是愛嘅料理啊，這是最重要的。做菜後水就見前天嘅愛心嘅感覺啊！啊，你下問一下面鳳姐，等大家講一下，今日來參加咗買感想麼？東方兒咧然後做得追星哈，還有做得像趣味競賽，對啊母女一起合作完成咱料理咩，當難得嘅機會。新聞台這家新聞製作單位，新聞。其實吼，做菜真緊做，我們在比較啦，因為吼，真的每一家的味道冇相同。雖然今年吼係偏數啦，不過也是一種嘉獎啊，係嗎？啊，你一下問一下結語來講一下，今年來參加的心得係乜嘢？我覺得當好搞，還沒做得讓老師和不同隊員做一下交流的比賽，然後和轉移沒做得多的練習。其實幾練習動作呢，因為平常時有主分聲音嗰些啦，今後照顧到吼，哪一個營養素按用，恭喜啊！恭喜！好，今日東方兒呢，做在有請到大家，向下來要特別場比賽，不管你是不是比較不會講話，沒關係，客家話練起來，下一擺過來比賽，客家最主要嘅係個豆腐卡呢，用下嘅主料嚟來培養下嘅好感情哦。係啊，今天哦是我有愛哦。做得做出吼當好食嘅料理，譬如講紀良生雖然當後生，咁講吼要敢做敢來上節目嘅這個勇敢，那紀良生吼咪係提一擺來到藝術嘅節目嚇，下擺還有機會有歡迎大家繼續來參加比賽哦。冇錯，依家之主呢就等睇自家，唔是講腳來挑戰，我勇敢啦嗬，要勇敢，腳來挑戰，等來報名哦。依家之主，你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